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7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工资，聊一聊消费。当然了，这个工资和消费密切相关呢。今天啊，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平均工资数据。这个我看啊，在网上又引起热议啊。比较直观的这个反应就是大家都不相信，大家甚至啊都觉得自己拖了后腿，很惭愧啊。这个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啊，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4110元，私营单位69470元，这个是全年啊。那么分地区看呢，上海与北京的平均工资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其中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239557元，私营单位113814元，两项数据均居全国首位。全国范围内啊，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超过12万元的省份共有9个，包括上海、北京、西藏、天津、浙江、广东、江苏、青海和宁夏这些省份啊，非常有特色。北京、上海超过12万元，这个似乎能理解啊。浙江、广东、江苏超过12万元，似乎也能理解，富裕嘛。那西藏、青海和宁夏还有天津超过12万元，这个不太好解释了。那只能说啊，这个公务员的工资啊还是比较高的。就这些地方啊，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最高的5个地区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你看看，你把那个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超过12万的和这个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最高5个地区一比较，就是西藏、天津、青海和宁夏嘛。他们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什么拖后腿呢？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去吧。为什么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这个数据之后啊，大家都抱怨吐槽。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网上人均月入过万，现实5000已是极限。近日，中金公司发布的收入分级报告显示，月收入5000以下的群体占比高达 94.87%， 按全国总人口14亿计算，人数约为 13.28亿，其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还有 5.46亿人，只有750万人能做到月入过万。而国家统计局2025年劳动力调查真实工薪分布，月收入3000到6000元的占比为 53%， 而月薪1万以上只有 4%。所以现实生活中，月薪超5000已经是相当优秀了。大帅们，你的月收入达标了吗？网上人均月入过万，现实5000已是极限。近日，中金公司发布的收入分级报告显示，月收入5000以下的群体占比高达 94.87%， 按全国总人口14亿计算，人数约为 13.28亿，其中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还有 5.46亿人，只有750万人能做到月入过万。而国家统计局2025年劳动力调查真实工薪分布，月收入3000到6000元的占比为 53%， 而月薪1万以上只有 4%。所以现实生活中，月薪超5000已经是相当优秀了。大帅们，你的月收入达标了吗？这里面啊，我再额外说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些东西啊搞混淆，就是工资。为什么搞混淆呢？因为这个工资啊没有个统一的说法。你比如说啊，有的这个人工资他不高，但是他到了年终发各种各样的奖励，那你说他到底工资高还是不高呢？月薪恐怕也就3、4千，但是到了年底，对吧？要发个5万、8万的这个什么绩效。你比如公务员吧，公务员恐怕的基本工资都是死的啊，也不会太高，但是他到了年底，他或者各个季节的吧，各种各样的补贴，各种各样的费用，各种各样的绩效加起来恐怕也不低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工资的这个口径啊，我们经常会把它跟这个绩效啊、奖励啊、奖金啊分不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直观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把发到我工资卡上的和工资条上的分不清，因为你发到你工资卡里面，把你的这个个税帮你扣了，你个人要交的社保帮你代缴了，所以说你工资卡上显示只有7000，但是你的工资条上恐怕是9000啊，就这意思。所以大家觉得啊，这又是个差距，对吧？那这个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工资恐怕是你工资条上的工资，但是你实际到手的，你把个税去掉啊，把那个社保、医疗要交的给你扣掉，你只有7000，那你觉得哎，我是不是拖了后腿啊？这也是一个差距。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经常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劳动报酬啊，就是人员开支或者叫薪酬开支，跟咱们的工资卡又关联上了。比如说啊，你发到手只是7000，但是企业可能为你啊，因为你啊，他要掏14000。从企业这边看呢，我的成本是14000，但是到你这儿变成7000，这两个也对不上了，就是经常会让大家感觉不爽，对吧？所以我们经常看上市公司财报啊，上市公司财报它不会列谁的工资的啊，但是高管的工资它会列啊，报酬啊。
然后上市公司的财报主要列人员这个薪酬开支，那儿平均一个人是12000，但是你看啊，那儿人家为一个人付的成本是12000，但是不代表那个员工就能拿到12000，那员工恐怕只能拿7000、6000啊。这里面我给介绍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既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平均工资啊，引起大家这么多误解吐槽，发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大家都说过了，用平均这个数啊，本身对吧，就非常的不平均、不公平啊。一个人年薪对吧200万，然后剩下的9个人呢，年薪只有4万，哎，你这么一平均的话，人均20多万，好像每个人都挺有钱的，意义不大呀。不知道那9个人对吧，这天天是吃糠咽菜啊。所以我们应该用叫中位数，至少是中位数和这个平均工资一起用，对吧？两个指标，大家自己去看。实际上根据这个统计局公布啊，我是看过这个数的，具体在哪儿我也忘了。这个咱们啊，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好像只有3万5啊，这年呢，一年啊，一个月不到2900，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也就是说啊，我们有一半的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你的可支配收入是在2900以下一个月，对吧？你统计的这个大家人均工资多高多高，今年又增长了2.8%吧。其实增长2.8%已经少了，因为咱们的 GDP 是5%、6%的增长，对吧？你平均工资才涨2.8%，这没有同步增长。但是你即便啊发布的这个人均工资看着还可以，问题是为什么消费起不来呢？这个解释不过去。一边是人均工资还在增长，一边是消费在下降萎缩，这个是不是发现这个悖论呢？这个统计局说的啊，城镇非私营单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这个国家机关啊、事业单位、研究院所，这个还有上市公司、国企什么的。私营单位指什么呢？私营单位指的就是中小企业，还有一些个体户，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农民工好像还不在这个统计范围之列，你要把他们统计进来，那平均工资就暴降。所以用中位数啊，恰恰能反映出当前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窘境。在这个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这个上海财经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叫刘元春，哎，这个人也挺出名的啊，也经常建言建策啊，观点有的时候也比较犀利啊。他这个2025年11月6号，就是昨天啊举办的这个论坛上，他就直言不讳啊，说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分配问题，也就是现在消费不畅啊，本质上是分配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观点呢，很多经济学家对吧，很多专家都在讲，咱们这节目也经常说对吧，这本质上是分配问题啊。但问题是啊，敢在这种论坛上公开说的这专家不多。这刘元春呢，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在中长期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尤其是织好社会安全网。我们看看他说的这个分配问题指的什么分配问题？这个分配对吧？我们简单的说啊，是大头和小头之间的分配，还是说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你分配再公平，这个意义能有多大呢？对吧？还是大头和小头之间分配才能说明问题，对吧？这个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他说，在中国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下，国家强制性储蓄过高，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偏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这个刘元春说的啊，还是比较重的，叫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让我们想起来这个法家的叫弱民之术啊，富国对吧？国家富有，但是老百姓穷，与民争利啊，这也让我想起了这个王安石变法。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看这个王安石变法，我觉得非常厉害，非常赞同这个王安石。但是随着我的年纪啊增长，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就对王安石的变法呀就持怀疑态度了。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客观上啊是主观上，他也是为了加强集权，结局就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啊民不聊生。我们看刘元春怎么说的啊？他说中国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仍不明确。接着他列举多项数据，论述中国消费的典型事实。他指出啊，第一个事实是中国消费率过低，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也就是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啊，约为55%，而一般发达国家在80%左右。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消费占比过高，达到30%。也就是大头消费过多啊，私人消费不足70%，由于总消费率偏低，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不到4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左右。你说跟印度一个水平，恐怕比印度还要低一点，比巴西还要低。就是我们本来消费占 GDP 就少，完了这个消费里面政府还占大头，就政府
占比比那个美西方啊这个政府消费占比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咱们第2大经济体 GDP 还是5%的速度的增长，但是韭菜并不快乐的主要原因呢。另一项事实是消费不足。刘元春说啊，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增速快速下降，与 GDP 增速不匹配。此外，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下滑，以及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也是反映出整体需求不足。自去年以来，中国官方出台多项举措刺激消费。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各项任务之首，并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在2周前揭晓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则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时，刘元春指出，尽管近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新增收入融入消费的比例的确在下降，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他说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居民部门占比 60.6%， 低 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 24.7%， 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 24.7%， 高0.1个百分点。刘元春指出啊，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比例在持续下降，表明中国这些年依然面临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也就是咱们这个收入分配是越来越恶化。这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对吧？你看上海那个30万一平的房子，1.5亿一套的房子日光，但是韭菜买个180万的房子，左思右想是吧？犹犹豫豫，迟迟不敢下手。为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啊，就说明了这个财富啊分化这个非常严重，实际上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上海1.6亿一套的房子说不能卖，也不是说啊你能买得起1.6亿的房子啊，别人就要眼红，不是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的分配是这个畅通的，对吧？公平的，你的钱赚的是干净的，那你就应该买，要提倡买1.6亿一套的房子。但事实上很多钱它是不干净的，它掠夺了，对吧？劳动者的收入，它是婆罗门，它是权贵，它是权钱交易的产物。那这种就那个房子卖的越多，那就越不合理，越危险。这个刘元春呢列举图表说啊，中国政府财政3本账，就是财政支出啊占 GDP 比重最高达到 36%， 而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 43% 左右。所以这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你大头分的太多，对吧？那个政府财政支出啊占 GDP 36%。从短期来看，刘元春也列出中国消费面临的7个问题，包括消费不足问题加剧，消费信心处于底部徘徊，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居民资产负债表变化，消费降级现象明显，一线城市消费疲软，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低迷。这里面啊，消费不足问题加剧，实际上就是导致通缩。这个每个月公布的这个 CPI 已经说明问题了。消费信心处于底部徘徊，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收入还有收缩性分配，居民资产负债表变化，那就是大家都在去杠杆啊，这个玩命的存钱，然后玩命的去还按揭贷款，这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消费降级现象明显，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对吧？国庆节、中秋节人均消费114块，创10年来的新低啊！消费降级，咱们在淄博烧烤火的时候，咱们就说了，那就是消费降级啊，是吧？应该是4年前吧。一线城市消费疲软，这个咱们天天说的吧？你以北京为例，它的这个今年啊社零数据啊，居然都是拖后腿的，全国其他地方都在涨，北京还在下降，对吧？北京那个规模以上的这个住宿企业啊，就是那些酒店啊、宾馆，整个上半年平均啊每家宾馆赚的钱就几万块钱呢，正好够请一个员工，工资还不能太高，你只能给5000一个月，你多请了一个5000块钱一个月的员工啊，你这个家宾馆居然就不挣钱了，就这么惨。至于什么奔驰、宝马 4S 店关门，至于那些酒店是吧关门外摆，至于那些什么白领对吧，下班跑到那个新发地去捡菜，叫赶海啊。一线城市消费疲软啊，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低迷，这个就不说了，对吧？房企上下游都不行啊。根据刘元春测算，按照前期的消费趋势，短期需要补足的消费达到实际消费的 6%， 规模接近 2.9万亿，而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能撬动消费2万亿元，因此财政刺激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刘元春指出啊，在中
中长期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尤其是织好社会安全网。所以说“15+5”是一个关键期，一定要彰显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主题，把惠民生和扩消费相结合。这个就是刘元春呢在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面的一个主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叫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刘元春他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你现在消费不行，就是分配出了毛病。说到分配出了毛病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按照这个美西方的搞法分蛋糕的最后一个拿蛋糕。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每个阶层都深陷其中怎样才能缩小差距？有蛋糕分配权，最后拿蛋糕。这里就说到了这分蛋糕的权利，那怎么制约这个权利呢？对吧？我要分蛋糕，然后我还要第一个拿蛋糕，那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这个分蛋糕的权利加以制约才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本质上还涉及到就业的问题。这个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3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这报告显示它是我给大家介绍过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个调查问卷报告是50个城市，每个城市几个网点一共是400份问卷，50个城市就是2万户储户进行随机的这个问卷调查，所以它分布的也比较广，50个城市嘛。那么第3季度这个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本季就业感受指数为25.8%，比上季下降2.7个百分点，其中4.9%的居民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将近5%的人认为现在就业还比较容易，37.7%的居民认为一般，就是也说不好。怎么叫说不好呢？就是他没失业，他也不知道，他也没去找工作。那说形势较好的呢，恐怕是前面刚被裁，后面他又找了个工作，他觉得挺好的，或者是他虽然没有被裁，但是他跳槽了，认为找工作还挺好找的。但是有57.4%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也就是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目前形势严峻就业难就业预期指数为42.1%，比上季上升0.3个百分点。当然了，按照这个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别人认为就业不好就说就业形势不好不能以个体的感受，对吧，来这个代替整个的宏观经济。说到分配说到就业，说到收入工资，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个马斯克特斯拉的那个年度股东大会在这个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这个引人注目的马斯克的这个天价薪酬就是1亿元的薪酬计划，以超过75%的股东支持获批，成为全球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管薪酬方案。根据特斯拉披露此次薪酬计划将向马斯克收入最多4.237亿股限制性普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分12批次解锁，每批对应特定业绩里程碑。这也是分配你看这是企业的吧，股东和股东之间分配。刚才说了大头和小头的分配，就是到底是大河有水还是小河有水。咱们这样的这个国家喜欢搞大河有水，不太喜欢搞那种藏富于民喜欢国富，所以我们说大头和小头的关系。而马斯克这种分配呢，是企业对吧，股东之间的，或者企业这个与员工之间的这种分配。你说他1万亿美元的薪酬，这怎么解释呢？实际上特斯拉的这种薪酬激励计划是非常值得推崇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是对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一个奖励。1万亿美元但是马斯克要拿到这1万亿美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他必须要达到几个指标。第一个是公司市值，对吧？要突破8.5万亿美元，然后他那什么机器人要卖100万台，全球交付特斯拉2000万辆汽车特斯拉从卖车开始到现在一共就卖了500多万辆。这个董事会给马斯克定的计划是，你要卖到2000万辆才能算完成任务。然后这个自动驾驶要有1000万个订阅用户，然后他那个出租车无人驾驶出租车要100万辆投入运营。你这些都达到了，那么马斯克才能拿到这1万亿
元的这个报酬，明码标价，把道给你画出来，不像某些地方对吧？不像印度啊，那企业家那实际控制人把上市公司当什么？当提款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你比如说这个恒大许老板对吧？对上市公司叫恒大物业资金占用140亿，在胡适啊大股东坑害这个上市公司，那比比皆是啊。你看在这个美国对吧？在特斯拉这儿不需要，我给你把道画出来，你只要做到了，你就能1万亿美元拿到手。按理来说啊，这个马斯克可以不用搞这么复杂，对吧？我完全可以，就是马斯克啊，完全可以按照印度的搞法，上市公司搞法，他可以把自己搞到1万亿美元搞走。至于你特斯拉以后怎么样，关我屁事啊，对吧？你不行我就把它卖掉。你们愿意要叫什么清仓式减持，这不都是胡适对吧？印度的上市公司愿意干的事吗？为什么？你看这个马斯克和特斯拉是绑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好了，如果你相信马斯克，对吧？你崇拜马斯克，你看好马斯克，你这个时候可以买特斯拉股票了。你相信他会到8.5万亿吗？你相信马斯克？哎，这真的是这样？他现在只有1万亿嘛，1.4万亿，还要涨4倍啊，5倍啊，这明显不是印度的玩法啊！印度的玩法，那马斯克马上啊，一边喊口号，一边割韭菜，1万亿美元啊，很快就会完成。那损失的是特斯拉这公司，损失的是特斯拉的中小投资者。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啊，我们不是仇富，对吧？所谓的共同富裕，不是把那有钱人，把马云、马化腾钱拿出来平均一下，分一分。共同富裕是大家都有钱，对吧？都有钱，但是这些钱是体现了公平公正，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追求相对的一个共同富裕，就大家都还可以，而不是绝对的这种平均主义。所以说，马斯克这种1万亿美元的这个薪酬，你也眼红不来，对吧？你也没办法眼红，你眼红你去弄，你能完成那些指标吗？问题是那个指标一旦完成了，你说多少人受益吧，对吧？大家都跟着后面发财，而我们大头呢，对吧？分配了大量的钱，浪费了，无效投资。如果他这个钱投资也产生巨大的收益，很多人跟着后面沾光。当然我说的这是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啊，没有圈钱交易啊，那这是好事。问题是恰恰的不是这样，对吧？大头把钱分走了，浪费了，无效投资了，贪污了，圈钱交易了，然后就好了那几个人，富了那几个人，剩下的人都吃亏。那个富的那几个人跑到上海买房去了，买豪宅去了，就这意思啊。买豪宅还算好的啊，因为毕竟肉烂在锅里面。那很多人也把钱运走了，人到国外去了。所以有网友就很犀利的啊评价，明明对吧，有这个成熟的模式啊，可以照搬照抄，但是非要选择摸石头啊过河。所以说，按照刘元春教授说法啊，这个就是根源在于分配失衡，对吧？专家的声音要大得多啊，咱们韭菜天天喊没有用。那既然是分配失衡，那恐怕想解决就不是啊一蹴而就的，没那么容易，因为这又涉及到这个分配嘛。你想想，那不就涉及到利益嘛，涉及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所以这个事情接近于无解啊。在过去啊，我们是追求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对吧？只要这个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个矛盾呢，它就不会那么突出。牛马韭菜只要努力也能吃一口，是不是这道理？只要你对吧，你小镇做题家，只要你玩命也能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尤其是房地产在下行，导致很多努力的小镇做题家，很多这个年轻人越努力越惨。那他就是因为买了一套房，对吧？现在深陷困境，房贷倒挂，贷款卖房，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些都成了问题啊。所以大家就更加注重公平，对吧？更加注重分配。这个分配啊，不光是说这个咱们工资，对吧？收入，还有这个社会机会、社会资源。所以说，你看一出4+4，全网沸腾，大家都生气，对吧？一出什么那个天价这个耳坠，对吧？这些社会不公平现象，为什么突然现在大家这么这个嫉恶如仇呢？就像那个猪圈里的猪一样，低头一看自己槽里啥也没有了，一看别的槽里面，我靠，还有那么多吃的，他当然来气啊，他就要过去拱一拱嘛，抢一抢，嗷嗷叫。如果当他的这个槽里面还有一口吃的，他是不会看别的槽的啊。你看看养猪你就知道，只要他那个槽里面还有一口吃的，他不会关心别的槽里面有没有吃的，是不是吃的比我好，是不是吃的多，没空。所以现在啊，这个一涉及到社会公平的事件，对吧？就会马上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舆论的这个狂潮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那个槽里没有吃的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